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3月初2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8篇，民数记21章第4节到第9节，希伯来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对主忠心。摩西受到上帝的呼召，登去伫埃及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整个的过程中间，虽然起起落落，甚至最后摩西因为向上帝来受气、发脾气，无法度进入伫迦南地。但是对于整体来讲，伊还阁是一个真忠心的主仆。有一摆以色列人得罪上帝，得罪摩西，但是摩西犹原为着以色列人民来向上帝来求情，因为迄是因为伊非常忠心伫上帝交代伊带领这以色列人民出埃及。民数记21章第4节到第9节记载着以色列人因为埋怨上帝甲摩西，然后就被上帝所处罚，去互这个毒蛇来咬着，有真侪人因为安尼来死亡。后来摩西因为着以色列人民来向上帝来求情，上帝就爱摩西来制作一只铜蛇，互人民来观看。我若是看的人，就是咱讲仰望的人，就要得到医治。摩西就照着上帝吩咐去做，因为摩西对上帝以及伊的呼召的忠心，咱就会当真明白。以色列人对何尼山出发，驶过以东的地，红海的路来行。伫路里，因的心真烦，就埋怨上帝甲摩西讲：恁是安怎带阮出埃及，互阮来到伫这个旷野，无食米，无水，阮嘛无爱，搁食一个马，搁无味的物件。上主就派火蛇入去人民的中间，甲以色列人死真多。人民就是去甲摩西讲：阮有犯罪，因为阮讲话攻击上主甲你，求上主甲这个蛇赶离开阮。摩西就为了人民来祈求，上主对摩西讲：你自一尾蛇吊伫旗杆仔顶，互所有互蛇咬着的这个看守的我。摩西就做一尾铜蛇吊伫旗杆顶，所有互蛇咬着的这个看铜蛇就我。圣经形容耶稣基督伊是顺服到死，因为伊对伫上帝的呼召以及切恳真忠心。耶稣基督这个受册来降世，为着世间人的罪来成做大祭司，家己嘛成做着献祭的牺牲品，是出于伊对上帝呼召使命的忠心。耶稣基督牺牲伊家己，为着将这个救赎来赏赐互见那相信的人。希伯来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，所以恁共受上帝呼召圣的兄弟姊妹，恁就是咱所选任迄位做使者、做大祭司的耶稣。伊对于指派伊的上帝真忠，拄甲摩西伫上帝的家真忠同款。起厝的人比伊起的厝较尊贵。安尼，耶稣比摩西应该是搁受较大的严格。所有的厝拢是人起的，毋过起造万物的是上帝。摩西做仆人对上帝的全家真忠，为了上帝后来所要讲的话做证。毋过基督做囝伫咧上帝的家，
对所毋茫的，咱若用确信甲勇气来持守，咱就是上帝家来的人。诗篇128篇，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，遵行伊道路的人真有福气。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，事事顺利，真正幸福。你的某伫厝内，亲像咬结果子的葡萄树；你的囝儿围伫你的道，亲像橄榄栽。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。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你，愿一生会看到耶路撒冷繁荣。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，愿以色列国泰民安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赏赐阮遮尔济忠心的仆人来带领阮，来帮助阮会通领受着你所赏赐阮属天的恩典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，阿门。